头开始杀了。没有。现在我们变成野兽了，我们在野外呀，变成野兽了。ini Nasaru. Ayo dari kau mana tu? Mana kau? Ada persoalan takuan buyau saja sah. Buyau saja sah takuan. Itu sih. 10点介绍嘛，对，差不多了。对，10点命名，对。好了，刚才已经命名了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很快啊。是要讲典故也是没有那么快。刚才介绍那个长叫长衣膜，对，这个我有听过。你听过吗？包心脏。后来我跟那个东华大学的第一次听到这种概念，这种用语义的方式，就是作为最高年龄阶级命名，多学一点。我去哪里找资料？只能访谈了，像这种只能用剪掉。对，资料没有人写啊。我只用的是哪边人的文献，就说他们是谈什么东西，他们是谈什么东西，他们谈什么，但是就没有谈到这个东西。对，只有用这种，然后好部落里访谈里面，他讲的是什么？对进去。所以他包的是心脏。对，所以嘎拉什就是部落里面最核心，对，应该是可以维持核心价值的人。对呀，这样子解释就很好了。对呀，因为他把心脏包起来，对，他是维持核心价值的。对，心脏就是核心。对啊，他能把心脏保住啊。对呀，这个部落的核心价值要靠嘎拉什。对，这样子解释就很完。然后我的地区需要，因为缴3000个字嘛，要缴到，因为受到研究院的，然后一起效应是说，因为这种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达成的话，可以把部落的一些产业会推动，因为有这个向心力的话，部落的年轻人都回来了，那产业也推行了，什么也推行。对，所以说你不要写得太快啊。这个是后面的，对的，但是还没有做到。先把那个写出来哈，对，人家才知道那个。我现在也是两个版本而已啊，我还要找别的，那另外解释的方法，然后同样的含义就可以成立了。我这样子写那个嘎拉什的意涵就出来了，对，我真心的那个系主任他就说，好像文献都找不到呢，哪有？就是年龄阶级嘛。老师，你现在写后就是以后的文献。哦，你现在的东西就是以后人的文献，以后要找李老师的文献，参考文献。对啊。有变化喽，这个老人，一个是高阿信，我不知道是你爸爸还是他，谁比较大？对，这两个我不知道呢。对呀，我会问。然后，要不然是，对，我猪肉给你好，熟了好。
Ya matang tahu ya hayan tahu sama tahu. Bisa sakit还可能，我上这个明明嘛，说是西拉文尼，看看那你带起来一下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要合作的机会。哦，对啊，要mentai要mana kurang mentai. Mana mentang kan? Akak. Ay, ipa na oras sa siraong kanako. Ora kita ta mentai. 就分给大家嘛。就分给大家，你们大家。对呀，要怎么分呢？这个我们有分肉的伦理，等一下要想一下。对对，不是这个生的是没有什么伦理，公平，对，煮过的那个才是伦理，好伦理才之类。生的没有特别，对对对，生的就直接平分。对对。那手的伊拉布拉拉，你看那个我们不然我们要按照那个辈分去分。来这里，这是。也有呀，西瓜。它的那个大体解剖。舌头是要给那个要辈分最好，最高的。我是猪头，整个哦。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的进度有超前。